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療的第99天，眼看就要滿100天了，同時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99天，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内伊音信全无、人间蒸發的第99天。可以說波斯局勢一如既往的跌宕起伏。今天新華社報道說，特朗普說將迅速結束伊朗戰事。6月5號，特朗普在一個威斯康辛州的一場助選活動上，他說將迅速結束對伊朗的戰事，從而消除導致物價高企的一個重要因素。特朗普說，一旦結束，油價、能源價格將會大幅下降，並提到對農民的積極影響，如肥料和能源成本降低，也就是消除導致高物價，尤其是能源、汽油、肥料的一個關鍵因素。那麼特朗普這個表態意味着什麼？是不是美國和伊朗之間馬上就風平浪靜了？我看不一定。他所說的戰爭很快結束，這個多少是帶有一點安撫的性質，因為美國的中期選舉臨近了。戰爭很快結束，實際上是給這些他的選民一個遠期目標，也就是說這個戰他不會一直拖下去，不會打成一個持久的戰爭，大概這個意思。這個大家也知道，很多對美國了解的人應該知道，高油價、生活成本飆升，尤其是農資，也就是威斯康辛州，它是個農業州，那更受油價上漲影響，那些農具那都要燒汽油，再加上這個戰爭導致化肥的價格也在漲，這些農產主說不定還要破產，所以他跑到威斯康辛州去助選，那當然要釋放這樣的利好消息，意思就告訴大家這個戰爭不會持續下去，只要這個戰一結束，那麼這些物價就會暴跌，就這意思。實際上美伊雙方現在可以說你來我往，掐得正歡。伊朗人特朗普也說了，打仗不行，但是談判是把好手。你特朗普越着急，人家越拖；特朗普越不着急，朗子他就表現得很積極，欲擒故縱。這個記者問特朗普怎麼定義停火，特朗普說停火在不同的地方表現不同，在中東停火情況不一樣。怎麼個不一樣？中東地區停火指的是以更溫和的方式開火，也就是不像以前那打得血呼呲啦的。中東這兒停火以前是拿大鐵錘錘，現在改成掐，那就是叫停火。這是特朗普最新定義。根據美國媒體6月4號報道，當被記者問及如何定義停火時，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在那個地區中東所謂的停火就是指以更溫和的方式開火。在這裡我插個廣告，也有很多網友關心我在國內的 B 站的上面的這個情況，這裡跟大家說一下，今天我得到通知 B 站要繼續禁言31天，這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B 站就找了個理由，隨便找了個借口，總之要封禁31天，那我就沒有辦法在上面留言說話，發作品都不行。所以說如果有從那邊翻過來的網友，你回去之後可以給大家留言一下，幫着說一下，通知還要再禁言31天，而且31天以後什麼情況我也不知道，這個就是這個平台它就是這麼操作。所以從6月7號往下還有31天，這個 B 站至少大號我是沒有辦法在上面說話的，是禁言，希望大家互相傳播一下。因為 B 站有很多網友比較着急，不知道什麼情況，我也沒辦法這個回復，因為我能看到大家的留言私信，但是我回不了。實際上大家應該知道，它只是禁言，但是它禁言，它是不是後面還要再加長，這都不好說。但是這不是簡單的那種說封殺，如果封殺的你都看不到作品，你完全你也沒法關注，什麼都没有了。所以它又不是封殺，但是它到底给你禁言多少天沒有？實際上這個跟最近什麼運動有關係。這個 B 站猶如驚弓之鳥，現在是叫如坐針氈。所以大家如果是從那邊翻過來的，回去說一聲，幫着解釋一下，因為我沒法去在上面留言。本來是15天，後來我看還是今天早上通知我還要再禁言31天。那麼到第31天的時候，他是不是又要給你發個通知說再禁言？這誰也不知道，這給人感覺好像是要躲過這個風頭，避避風向，也有可能，所以一切都不太清楚。我們言歸正傳，為什麼說美國和伊朗這個事沒完呢？實際上雙方正在掐，特朗普已經說了，這個停火就是在那兒有大鐵錘
改成互相掐。美國中央司令部說了，不久前，美國中央司令部部隊擊落了4架向霍爾木茲海峽發射的伊朗单向攻击型無人機。这些攻击无人机对中東地区海上交通構成了直接威胁。随后，美軍对位于格鲁克和格什姆島的伊朗海岸監視雷達站點進行了打擊，以防範進一步襲擊。你看，也就是美國還在不停地打擊伊朗的軍事目標，而伊朗也沒否認。伊朗說我們發射這個4架無人機是警告性射擊，也就是我還沒真心打你這個美國，我只是警告，給你發了4架無人機被美軍給擊落。伊朗軍隊6月5日發表公告稱，為繼續打擊美國海軍的邪惡行徑，包括其海上騷擾和劫持商船以及油輪的行徑，伊朗海軍發射卡迪爾導彈和新型沙赫德達納攻擊無人機，對美軍艦艇進行警告射擊。而美軍的驅逐艦特拉克斯頓號和梅森號隨即離開安曼灣，駛向印度洋，也就是夾着尾巴逃跑了，就這意思，灰溜溜的從安曼灣逃向印度洋嗎？這個逃跑的方向跟林肯號航母是一樣的，如出一轍啊！伊朗海軍稱，儘管敵艦遠離導彈射程，也就是說，儘管美國艦隊逃離伊朗導彈的射程之外，但如果有必要，伊朗海軍將使用射程更遠的導彈，躲哪兒都能給你炸到。這是伊朗衛隊的意思。所以你看，美國海軍和伊朗在安曼灣，對吧？那還是擦槍走火啊，劍拔弩張，對吧？隨時有幹一場的這個意思。但是針對這個伊朗人的說法，這個中央司令部否認。美軍中央司令部5日發表聲明稱，伊朗有關在安曼灣向美國軍艦進行警告射擊並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說法不實。聲明說伊朗軍隊未攻擊美國軍艦或向其開火。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稍早前報道說，伊朗海軍向2艘美軍驅逐艦警告射擊。伊朗有關方面在安曼灣向美國軍艦進行警告射擊並迫使其撤退到印度洋的說法不實。聲明說，伊朗軍隊並未攻擊美國軍艦或向其開火。什麼意思呢？一個伊朗說我打了他們軍艦，美國說沒有，根本就沒看到。這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報告稱，6月6號凌晨1點30分，4艘違規油輪在美軍的煽動和指引下，未經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的協調和警告，試圖駛出霍爾木茲海峽。經過警告後，其中1艘油輪被擊中並停止航行，其餘違規船只也已返航。同一天凌晨2點30分，美軍無人機對格什姆島的一座通信塔和西里克地區的一座通信塔發射了2枚彈藥。作為回應，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立即使用彈道導彈襲擊了科威特的叫薩利姆空軍基地以及美國海軍第5艦隊在巴林的重要設施。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還警告說，如果美國再有任何行動，將引發更廣泛的反擊，屆時將導致霍爾木茲海峽完全關閉，油氣無法出口。所以特朗普說將很快結束伊朗戰事，這個是怎麼個結束法呢？現在雙方正在互相掐，你掐我一下，我掐你一下。這個特朗普還說，他在接受這個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採訪時透露說，美方已徹底重創伊朗的軍事體系，大幅摧毀其導彈、無人機作戰與生產設施。特朗普表示，他精準掌握伊朗剩餘軍備數量以及部署位置，伊方導彈剩餘量約 21% 到 22%。 對比美以發動首輪打擊前，伊朗軍事力量已大幅衰減，僅剩少量軍備可投入使用，但仍具備一定的作戰能力。這個特朗普恐怕現在說的這個數字值得商榷。為什麼呢？如果 21% 22% 的導彈，而且還知道位置部署位置啊，那你為什麼不把它摧毀呢？伊朗和美國之間正在進行談判進程，最近一直在試圖商定框架性諒解備忘錄，然而雙方不時相互發動個別打擊。美軍將其攻擊解釋為維護對伊朗的海上封鎖和自衛目標，而德黑蘭則稱是發動報復行動。美軍5日發表聲明說，在印度洋對無國籍船只達維納號進行了海上攔截、登船檢查。聲明暗示該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資支持。
美伊双方不仅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峽互相掐，这个伊朗方面口气现在是越来越硬。首先，这个有伊朗的议员呢，敦促哈梅内伊批准洲际弹道导彈的研發。德黑蘭6月5日消息說，伊朗大批國會議員正式致信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懇請其批准本國武裝部隊全面研發量產洲際彈道導彈。共有85名議員在聯名請願書上簽字，促成此次請願的原因是，伊朗議會對美國在伊核談判、地區衝突調解以及單邊制裁問題上立場抱有深度疑慮。伊朗的阿斯拉蘭報對外披露這封聯名信函。美國戰爭研究所分析師就此評論稱，議員此次請願本質就是呼籲伊朗打造可直擊美國本土的彈道導彈，看特朗普怎麼應對吧。然後這個伊朗法爾斯通訊社5日報道，一名接近伊朗談判團隊的消息人士說沙特阿拉伯媒體有關伊朗已同意將其部分濃縮鈾儲備轉移至第三國的報道不實。該消息人士說目前美伊間的談判並未涉及核相關議題，這些議題已推遲至後續對話中討論，也就是想把這個濃縮鈾庫存轉移出伊朗，至少目前還是不可能的，不要做夢。同時，關於這個霍爾木茲海峽的管理，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表示，伊朗將同阿曼一道依據國際法標準來規範管理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將就此與海灣地區國家進行磋商，但最終決定權歸伊朗和阿曼。據稱，美國國內近期因此出現對阿曼立場的疑慮情緒。與此同時，多個海灣國家正投入資金建設新的石油管道、能源儲存中心等，以期繞過霍爾木茲海峽。這個伊朗現在雖然被按在地上摩擦，但是呢，伊朗也沒忘了給他的小兄弟打氣打 call， 給他加油鼓勁。伊朗外長阿拉格齊6月4號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就是哈馬斯高級官員哈亞通電話，就地區最新局勢進行討論並交換意見。哈亞表示，以色列持續侵略加沙地帶並破壞停火協議的執行。他強調，抵抗組織和巴勒斯坦人民立場堅定，將繼續堅持不懈。阿拉格齊強調，伊朗將繼續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反對以色列的佔領和侵略。這個阿拉格齊搞串聯，先給哈馬斯打電話，讓他們頂住，對吧？我們現在跟特朗普在談，必須統一停火，好消息就要來了，對吧？兄弟們頂住，這是給那個哈馬斯打電話，再給那個黎巴嫩真主黨打電話。這個伊朗最高軍事領袖顧問雷扎伊，他在伊朗國家電視台播出採訪中警告說，伊朗對以色列在黎巴嫩侵略行徑的忍讓到此為止，也就是我一直在忍，現在不忍了。伊朗所有的導彈都已就緒。雷扎伊警告說，以軍再往前一步，以色列北部地區將變成淒慘的地獄。雷扎伊強調，伊朗將黎巴嫩的停火視為美伊停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美國盡快清醒過來，讓黎巴嫩恢復和平。癩蛤蟆打哈欠，口氣不小。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消息人士說，伊朗準備加大對海灣國家的施壓。一位接近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消息人士透露，預計伊朗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增加對海灣國家施壓和挑釁。該消息人士稱，德黑蘭方面認為，如果經濟得不到緩解，且與華盛頓談判沒有進展，海灣地區壓力就會加劇。伊朗內部日益惡化的經濟危機可能導致重啟行動，以提高對方的代價。接近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消息人士放話說，伊朗的經濟狀況越糟糕，海灣地區的壓力就越大。如果既沒有錢，與美國人又沒有進展，那麼對方就必須感受到代價，也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沒有錢，那大家也都別想有好日子過，就這意思。那麼這個雷扎伊說，他在勸特朗普這個最高領袖軍事顧問，如果特朗普認真對待談判，240億美元，也就是伊朗被凍結的海外資產，對美國來說不算什麼，也就是這錢也不多。如果他想與伊朗達成協議，這240億美元是伊朗希望與特朗普建立的信任考驗。什麼意思呢？就你這240億美元是誠意金，對吧？是定金。你要想跟我們達成協議，你先把這240億美元給釋放了，
這對你們美國來說也不是事，对吧？多大點事，何必呢？卡着這個不放，這是美國必須通過的考驗，道路就會敞開。這是我們自己的錢，不是美國的錢。何況它不是你們美國納稅人的錢，是我们的錢被你扣了。你現在把240億給我們，我們再談下一步。這個要看特朗普的誠意。所以你看，這個停火2個月，伊朗人的口氣是越來越大呀，脾氣見長，有點那個好了傷疤忘了疼的意思。這個雷扎伊還勸特朗普不要被以色列人蠱惑，說特朗普必須獨立於以色列做出決策，他必須給予伊朗人民的權利，停止封鎖，釋放我們凍結資產。這也可能是伊朗和美國未來的新事業。因此，特朗普必須放下個人利益，考慮美國人民的利益。如果特朗普有勇氣，未來許多問題都會得到解決。你看，反過來這個雷扎伊伊朗人呢，反過來 PUA 特朗普。所以從目前雙方這個表態來看，特朗普所說的美伊戰爭很快結束，這個更多的像是對這個美國國內的一個安撫。這個他沒有辦法結束，沒有達到任何目標。這朗茲諒解備忘錄到現在還沒簽呢。按理來說，現在穆吉塔巴已經收到這個特朗普的這個改過之後的諒解備忘錄3個必須。這個穆吉塔巴應該也做了一些指示。那這個現在這個新的，對吧？諒解備忘錄恐怕還正在從山洞裡面傳出來。我估計快的話，明天就有消息。我們再看看以色列，這個以色列的國家安全部長格维爾他說，在黎巴嫩實現停火只是一廂情願，真主黨不會撤退至利塔尼河以北地區。真主黨已變得越來越強大。在這種情況下，內塔尼亞胡本應該對特朗普說，總統先生，我們愛你，但我們的答覆是不，我們不會同意與一個危及以色列安全的組織達成停火協議。現在從伊朗人這個表態來看，球在特朗普那邊，也就是你特朗普，你先把240億美元給我，咱們接下來好談。一方面說明啊，伊朗人現在確實國內已經揭不開鍋，急於要這個240億美元來緩一口氣，來續命。根據這個航運業雜誌叫勞埃德名單，伊朗5月份原油出口比上個月下降了84%，比4月底的12個月平均水平低87%。該出版物稱，急劇下降是由於美國對伊朗石油出口網絡的壓力加劇，以及該地區航運持續中斷。也就是說，伊朗5月石油出口量降至每日30萬桶以下，為至少6年來最低水平。同時，美國財政部對這個伊朗的制裁也在進一步就壓縮這個伊朗的空間。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宣布，這一個參與將價值數億美元的伊朗液化石油氣偽裝成阿曼液化石油氣，並走私至南亞和東亞的個人實體和船只網絡實施制裁。該網絡利用阿聯酋和東大的這個空殼公司境外銀行賬戶以及伊朗的影子船隊進行非法運作。那這個網絡又被美國財政部給它凍結了。貝森特表示，伊朗經濟舉步維艱，本國的軍事力量也被削弱。美國通過經濟狂怒行動，美國財政部將繼續切斷伊朗的影子船隊、影子銀行網絡以及全球貿易通道。6艘液化石油氣油輪以及多家幌子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單。所以說，最後我們還回到这個特朗普說的，他在威斯康星州說这個美伊戰爭迅速結束。怎麼理解這句話呢？這個按照特朗普這種口無遮攔，對吧？朝三暮四、朝令夕改的這個迅速結束，應該理解成他對他的這個選民的又畫了一個餅，對吧？是一個安慰劑，也叫望梅止渴，應該這麼理解。不是說特朗普馬上也，對吧？什麼給伊朗跪下逃跑，甚至反過來你應該理解成特朗普還是一種強勢表態。也就是說，迅速結束什麼意思啊？也就是說，他現在還指望着談判，希望這個伊朗人能快點。如果談判不行，他就要動手，對吧？動手也是迅速結束，通過更強軍事壓力一劳永逸，對吧？也就是說，他說的迅速結束，如果你要理解成他是逃跑，他是投降放棄，那你就理解錯了，反而應該理解成他很有可能是快刀斬落馬。那麼這種說白了就是還是給伊朗在極限施壓。但是伊朗人還是咱們一直說的，就是打仗不行，但是人家談判很厲害，拖延時間，
把这個特朗普也是搞得沒脾氣。這個彭博社說，英國和法國已敲定計劃，領導一個多國任務小組，在美國和伊朗達成協議，恢復安全商業航運後，清除霍爾木茲海峽的海雷。來自約15個國家的軍事規劃人員已承諾投入人員和資產參與該行動，儘管部署將在航行權利完全恢復且條件安全後才會開始。簡單的理解就是歐洲要來，對吧？維持戰後秩序，也就是你美國跟伊朗達成停火了，那麼北約也就是歐洲這個國家軍艦就會開進霍爾木茲海峽掃雷，掃雷完了之後就是維護秩序。也就是說啊，你伊朗想跟阿曼兩個人管理霍爾木茲海峽，這個首先這個歐洲恐怕也不能答應，人家軍艦就來了。伊朗想在霍爾木茲海峽攔路收費，恐怕也只能是雞飛蛋打，因為這個局勢會越來越複雜。現在是特朗普挑頭是吧，跟朗子幹，歐洲北約都沒插手，甚至在後面做小動作。但是一旦美國跟伊朗達成停火協議，那這個時候上手的就是北約，對吧？是歐洲了。歐洲從美國手上接過接力棒，因為他們要保持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所以说，朗子千萬不要以為搞定特朗普，他就搞定了霍爾木茲海峽，這個是想多了。我們繼續關注，因為恐怕就在這兩天，來自山洞裡面的消息就要大白如天下。來自山洞裡面的一封信，內容到底是什麼，對吧？我們恐怕很快就知道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